断波吗？应该是断掉，因为刚才那边比较偏僻一点。撑下去，小耀，你在说你自己吗？但是刚才点到谁我都忘记了。你们看一下，刚才有点到谁？是这首歌啊，刚好播这首歌，可是你们断掉应该没听。
小赖，你的点歌是错的哦。现在是台语歌时间，所以只能点台语歌。上礼拜哦，我怀疑他就是复制贴上，是不是？明珠姐晚上好。自己还是有人不会看的。阿强晚上好。这样断线次数算是很不错。真的吗？这样算不错了吗？对。讯号好的地方，我相信它不会断线。但是有时候有没有就很难讲了。对，临时走到一个没有讯号的地方，它就会断线。像早上在台东热气球那边有没有？对，中华电信有 sponsor 有赞助，所以在那边收讯就非常之好。你昨天看之前的直播记录，画面跟现在，对啊，当然是有差，不然干嘛？对。不然干嘛白花钱呢？是不是？但我不要求很完美了，但是至少对看起来的品质不要太差就好了。对，如果在
很完美，那当然相对而言，你的投入的资金就要很多。对，但我们并不是走向那种，对，要求说很高品质的那种。对，至少画面不要一直晃动，对，不要晃动，让大家看的都难过。哎呦喂啊！你出来都不用看一下的吗？哦好。你要留冷哦，好，拜拜。上面放水的哦。再几点？你在几点？9点。9点就已经完事了。你阿去玩慢跑，要乖乖哦。大家可以语音给你好吧？你可以语音念出我爱你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抱歉。对。那个。前面有个挂钩可以播。哦，谢谢，那个我要到那个台北林森北路11920号。好。好。
爱你是唯一真正有价值，
看着未来的路途中。
啊，好。45，谢谢，小心开门。OK。拜。搁在小我春娇已经早就无在听，讲一切，其实拢总拢无够绝行到淡水海岸，两个人的爱情，已经无人讲，已经无人听，越来越清醒。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你累了吗？
我打错了。下线睡觉，好，我赶快去喽。小亮很累，去睡觉了。我没问题的。这个还好啦，凭我的意志力还可以撑下去。等感觉哦，在等 feel 啊。等药效发作是不是？生日快乐，老班！Goodbye，回转，我到景文技术学院。你来到景文技术学院，安中路116巷16号，景点的哦。安中路是吧？然后在这边可以左转。这边可以走，这边可以左转啊。
走水块吼。对。只走罗斯福路，对，走水块。对对对对。没毛病。哦，等一下要收据。好。这个。不会，谢谢。
情
我
帅哥这边吗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对，进去吗？他来找你签哦。好嘞，大哥，他有没有跟你讲说要带到哪里116巷10号。 ？716巷10号。嗯。我麻烦你了哈，带他进去。麻烦。这边哈。Hello。来，460，460。等一下哈。来。 什么东西啊？他应该已经呛掉了啊。我怎么进来的啊？导航一下好了。我要怎么走啊？不要觉得晚上好啊。老天鹅，他看哦，一路在我车上哦，都是跪趴的跪趴，跪着，然后趴在后座，很奇怪哈、哦。
这是住宿是不是？哇，这边好难找哦。跪趴，对，跪趴，跪着然后趴着，跪趴，等下跪在我的后座，然后两只手，对，往前，然后趴在那边，就很奇怪的姿势。不是喝醉酒的人哦，什么姿势都有，真的超奇怪的。我本来想跟他讲说坐车没关系啦，哈，你不要跪着，对，这样我怪不好意思的。你到这一路不用导航，不用啊，这边还可以啊。景文又不是没有来过。景文这边还可以、对，他跟我讲景文科大就走了、啊。这边看得到101耶，对，但是你们可能看不到，太远了。对，太远了，太强了，会吗？它就几个路标，不，几个重要的地方，也没有说重要了。对，几间在山上的学校，知道怎么走就好了。这边算郊区吗？是啊，比较偏山上的，比较偏新店的山上。对，算安坑了，没错。这新店安坑呢、
轻轨就是安坑轻轨啊，没错，刚刚有一台轻轨过去嘛，对，那整个车上只有坐2个人而已，我还仔细看一下。太年难怪啦，这么晚了，他们基本上晚上就没什么人了。怎么可能坐得满啊？没人要坐吧？呸！没有啦，人家是人呐，不要这样说。还没7月半呢。11点了，我真的是累了。对，大白天在台东，现在在台北，累了。声音听得出来，没有吗？最好是哦。对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有钢铁般的意志。不过真的啦，对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哦，真的要去看一次热气球，真的舒压一下。其实礼拜天你知道吗？礼拜天早上，我先带我儿子去做那个，我们去做那个3鶯线的捷运，就是今天封面上那个。对，想说先坐火车到鶯歌火车站，对，然后再坐捷运回来板桥，对，然后就坐那个3鶯线的捷运。哇，人真的超多的，真的很多人的，因为它只有2节车厢啊。只看没有坐，只看没有啊，有坐啊，就是有坐啊，那是下车之后我才拍那2个车头。
你说热气球，热气球当然看没有做啊。对，我是说捷运当然有做啊，但是人很多啦，然后才刚休息，对，才结束后回到家休息一下，然后就临时起意说去看热气球，结果就又到台东去，累死我了。漂亮是漂亮，但是它车厢真的是太小了啦，2节而已，人很多。因为现在3-1线捷运是不用钱的，它2节车厢真的太小了。然后转弯处也很多啦，你如果很多节车厢，可能会拖慢，这样会拖慢那个速度吧，我在想啊。热气球，对，热气球要做要付钱，而且要提前预约，不然人家很早去排队。对，但是我也不会做啦，对，因为我有惧高症，所以适合我做。我可能较爱错啊，我会皮皮错啊。夜车声音很吵，没办法。好了，11点了，我真的累了，好不好？回家休息。对，阿波今天最后一首高波歌喽。为着布衫长无骨把就爬起来，徛着我的乌多摆早顿放脚放内。阮兜打拼的心酸，无人会当来了解。查某人目屎吞下来，不管风吹雨打也是出日头。为着家庭的温暖，我爱拼出头。所有突然今仔日拢放好流，我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。明仔才过来。祝福线上每位朋友，好不好？今夜好眠哦。啊，明天会更好，做好台风准备。大家晚安哦。人生到桃园，我不知道哎。对。晚安晚安，9967晚安。陈毅晚安哦。5SP 晚安，弄晚安哦 ，Allen 晚安。看看谁，应该很多人都去睡觉了。大家礼拜一都会比较累。Roger 晚安哦。
真的，这好像会扫到宜兰、花莲、台东，就东部、东北部、东部跟东北部吧。有台风队啊，不知道是礼拜4、礼拜5，还是礼拜5、礼拜6。好吧，最后祝福线上每位朋友，明天会更好。明仔载过来呀！好吧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，明天见喽，拜拜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